内底有4个孙拢学艺术，一个伫多伦多画图，一个伫皇家音乐，另外一个伫英国咧读硕士吼，一个伫芝加哥艺术大学嘛是读美术的硕士。芝加哥这个是即马还未得到，新的拢有一个咧上班，一个上细汉的吼，即马是北艺大的电影系。伫多伦多内底有即个画图这个囡仔，伊一工拍电话讲阿公，咱后日吼，若是咧讲电话，拢来讲台语。我想讲你这囡仔是毋是暗头食西瓜，半暝反正？是安怎呢？过去伫台湾叫学台语，你拢袂学；是安怎伫多伦多你才要学台语？伊也讲阿公，多伦多才真侪中国人。阮吼，阮是台湾人，中国人有咱做代志无啥好啦。阮无互人无要人知影讲我是台湾人，所以我用语言来去区分啦。所以讲台语，台语毋是若交通工具，台语是一个族群的性命。我讲安尼好。你若有这较醒，我希望你吼画图互我，你逐工画一张图互我，转来我看你图咧画啥，写首诗互你，才慢慢甲你互你寄转互你学台语，安尼所画要1年外吼，画200首，所以尾下咧我就画近80首，就甲出一本册，出册以后呢，因为我这个高度吼，这个真厉害。我哋讲伊咧比赛拢第1名啦，台湾县的台语演讲比赛第1名。所以伊是要做台语老师，我讲老师要出册吼，你甲我看卖来甲写注解，伊嘛写注解了了，伊讲老师，我甲你做一个曲，做这条歌的主题曲。所以一本册有歌的主题曲。我最近就伫迄个中华时代点了，伫台中文化馆点了，伫迄文化馆点了，即马伫西市国小的点。我想讲今日就我准备好了，过来唱一个好啊！来，哇，太好了，我们还有耳福哦。因为阮定去唱歌唱山拢有安可，若有头先刚开始无经验无传，若要搁加唱一首就会闹开。所以即摆有经验吼，拢会加传一首吼，互大家点讲后一个安可曲啊，较袂闹开吼。我先来朗读这首诗，这首诗是咱讲迄囡仔出国去读册，去留学，无法度转来咱台湾，咧思念咱的亲人，思念咱台湾的故乡的一首诗。扑东离开故乡出家门，月娘光光照前程，浮浮沉沉的人生，亲像扑东伫海边。阿公阿嬷的叮咛，温暖关怀赴眼前，他乡外里爱惜言，天星了解阮心情，想起故乡的残真，目屎不甲你行前，浮浮沉沉的心声。亲像扑东随海燕，春夏秋冬对云行，思念心内的形影，清风传达阮心声，毋望时代拢勇行，扑东。
心情。飨宴可以听到这么美妙的歌声，还有很丰富的生命故事。在这里，我要先请3位美好的诗唱者留步，然后我们要再请康源老师，我要再请你上台，还有我们的观音妈、二妈，我们要邀请你帮我们颁发感谢状。谢谢你们为了我们的活动可以增添这么美好的生命风味跟艺术品。康源老师，谢谢康源老师。谢谢来，谢谢大家在这边鼓励小孩。还有我们其他人也有。好了，这个呢？好，先看这边来，3、2、1，好 ，OK， 谢谢。接下我的头发刚才都被雨吹乱了，在设计师上。好了 ，OK， 来，准备3、2、1。好，校长，是不是这边还有我们其他老师的感谢状？曹一鸣老师，老师谢谢你哦，康源老师，这边，来，这个顺序了，对。来，好，曹一鸣老师，曹老师，谢谢。来，3、2、1。好，接下来陈杰明老师，谢谢曹老师，杰明老师，谢谢。好，麻烦看我说，来3、2、1，看这边 ，OK。周淑珍老师，谢谢老师。这样大合照。来，没错，这样每一个人都有周老师，周老师， 3、2、1。好，我们再。